捌伫咧国外犯未成年威胁案的美国查甫人，10月初入境台湾，伫台湾过外国，甚至是消失找无人。移民署昨伫咧台北市甲伊找到，发现讲伊是用观光签证入境，伫台湾这段时间有点伫咧旅馆甲人做散工，还因为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定规定，今仔日甲伊赶出境，遣返美国。另外，这业者若准是非法甲聘请，这部分也着爱食罪。 看大包小包后，移民官全程解雇，伊就是伫国外，犯对未成年，看来手内有判刑记录的美籍查甫人，10月起入境台湾，嘛下落不明，互家长真惊吓，伫台湾超过1个月，移民署总算找到人，车牌特别中道，将伊送去飞机强制驱离出境，已依法予以强制驱逐出国，遣返回原籍国美国，并于出国后 管制再入国。这美籍查甫人40多岁，摕观光签来台湾，无按地址单，为网络找分租套房。专小组正平总了，初一下晡提早卖货，伫台北市上山将人撞到，因为移民署清早阁发现伊捌做工趁外路，伫旅馆做临时清洁工，2工领4000块，已经违反出入国甲移民法，业者也牵涉非法请人，也面临处罚。 我们不会因为说他没有去查证，或者是说他相信这个外国人，这样就没有违法的事实。如果查证属实的话，我们会依就业服务法处以15到75万元的罚款。涉旅馆伫台北市中山区10个问业者无得到回应，不过台北市劳动局表示，业者请人进前有查证的义务，无论任何理由都算过欠人，若非法请人是事实，会依法开罚。 为西班牙籍早期犯奥纳德伫台湾生活5年外，官方才知影，一般也同款。出入国家移民法第18条明定，伫咱国家或者是外国有犯罪记录，爱禁止入咱的国家。不过移民署无提前拒绝，佮一直拖，互伊流传37天，才将人查到。某种程度凸显出一个问题啦，就是说这个国境管理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没有充分的这种情资上面的交换，很容易再用各种身份，就是入境他国。就算官方讲美方通报健康，不过学者认为移民署这机关甲各国的政府交换拢该加强，伫国境线把关也爱更加认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